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先生上台代表領獎，有請。大家好，感謝信報頒發上市卓越大獎俾我哋亨利家集團，衷心感謝主辦方同埋業界同仁對我哋嘅認可同埋支持。集團未來繼續通過港灣家族辦公室呢個品牌，提供全方位、個人化同埋長期嘅家辦服務俾我哋嘅客戶，讓更多新進嘅高淨值家庭能夠享受到家辦嘅需要。集團同時將持續以科技賦能金融業務，做到家辦為本、科技賦能嘅發展方向，喺金融領域開拓創新、發光發熱。多謝大家。